呢個係模擬監獄。12個參加者被分成兩組，佢哋要被困喺入面，四圍係無間斷嘅警鐘聲，台上就有啲工具。佢哋嘅任務係要喺限時15分鐘內令警鐘停止。不過點先可以整停個警鐘呢？冇人知。所有參加者都要經歷2次測試。A 組參加者喺第一次測試時，好快就發現，只要跟住台上面嘅模型嚟砌，就可以令鐘聲停止。恭喜你，你已經成功完成實驗嘅第一部分。同一班參加者嚟到第2次測試，已經好了解遊戲規則，好快就開始砌模型。恭喜你！即係好迷茫嘅時候就諗不如跟自己第一次諗嗰個方法試咗先，跟住試咗佢又真係停咗，所以第2次都係咁做。佢會話俾我知，我咁樣做係啱嘅先，即係肯定咗我呢個行為係正確嘅先。我咁樣我會開始覺得我之後 keep 住咁做就 OK。佢知道原來我做嘅行為咧同個結果有聯繫，呢個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希望咯。A 組參加者2次都成功令警鐘停止 ，B 組又點呢？佢哋同之前啲參加者面對嘅情況一樣，但唔同嘅係砌極個鐘都唔停，結果會點呢？想揾下咩方法可以熄咗佢咯，但係揾唔到，所以結果就話終止呢個測試。可能唔想再嘥時間喺嗰個砌嗰個環節，就想揾其他方法，可唔可以離開間房咯？所以我就行咗出去咁樣。喺第1次測試，有2個參加者選擇終止實驗，剩低嘅參加者繼續第2次測試，同樣係點做都冇用，鐘聲冇停止過，佢哋會點呢？實驗完成。好似覺得自己有啲蠢咁。點解咧？冇，因為唔知好似揾唔到方法。開始唔係好想再砌，一砌嚟砌去都唔得啦。有無力感。其實咧，呢一個測驗咧，我哋主要係睇一個心理嘅現象啦，叫習得無力感。英文咧叫 learned helplessness。習得無力感咧，好多時講嘅就係你覺得嗰樣嘢你有幾控制到啦。即係如果你覺得永遠佢都係冇辦法去改變嘅話咧，嗰個無力感係會越嚟越強嘅。結果發現，呢組參加者喺第1次測試，大部分人都會不停咁揾唔同方法，希望整停鐘聲。不過到咗第2次測試，剩低嘅人就算肯繼續試，心態已經唔同咗。我諗我應該去到第3或者第4次，應該我唔玩嘅啦，即係話停止咁樣。我會停咗佢，因為可能個答案或者係個重點未必係你做幾多嘢或者唔做幾多嘢嗰度咯。如果一個人佢對一件事情一個狀況啲無力感不停咁樣累積，
去到一個程度嘅話呢，我估佢就冇咗希望㗎啦。呢種無力感係咪就係香港人口中嘅灰？